大学当中的运动盛会——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110年的赛事将要伫5月14号到18号伫台南的成功大学来举办。这场赛事除了是台南暌违40年举办以外，也拄好是成功大学90周年的校庆，加上是今年首度举办的大型运动赛事。为了让选手会使放心来参与，成功大学也将运用上新的科技甲技术，以3个方面：预防、测量、追踪，完整记录选手甲教练等人员的体温甲身体状况。成大病院也将会做全方面的支援。他有可能参加3个比赛或者3个馆所，那他的每一个地方都会记录下来。这个选手的部分非常清楚，领队教练是一样的原则。刚刚市长也问了，如果到了这个地方发现温度偏高，那到底是因为你热身完的温度偏高，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我们因为有前面的资料了，我们就可以快速厘清他到底是走需要立即采样还是不需要的。哈，我觉得这风险极低，观众也非常清楚，室外的场域大家循台南市一般所规范大家的聚会跟聚集的这个场所，室内馆场我们只接受，如果是可以观众进去的话，我们只接受有身份证刷卡的。好，那而且人数有上限。对，人数有上限。那因为我们旁边还有现场人员，如果人数已经到了上限的就不能进去了，或者你没有身份证也绝对不行。哦，因为那个会增加我们作业的这个压力。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清楚。那我们医院全部配置相关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资源跟厘清系统，那也希望让大家放心在台南移动，那也让台南安心说这些人次来对台南是好的，那我们全部都能够具备好。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参与宣传记者会，市长强调，安尼的大型赛事除了是成大甲协办学校的大事以外，也是台南的大事，所以市府会全力来相挺。我们台南已经很久没有举办大型运动赛事了。所以这次我们是怀着盥洗式的精神来配合成大来举办这一次的全国大专运动会，那也吸取了许多举办大型赛事的经验，这点我们是非常非常感谢的。那我想说，这不仅是成大的事情，也不仅是全台南地区的大专院校的事情，这是全台南市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全力来配合，不管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这点我们会尽其所能来做。因为我想1万多个选手3000多个裁判领队，这些都是许多提供很大的机会来认识台南，来体会台南、体验台南的机会。因此，我们会全力来协助举办这次的全国大专运动会所以说，5月14到18，成功大学见。为了向全台湾来宣传，成功大学也将会举办环台的圣火路跑，透过路跑，让更较侪人知影全大运的消息。予喜爱运动赛事的民众会使伫5月14号到18号来台南欣赏精彩的赛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